天降圣眷，君来村的人都受宠若惊，陛下可还满意？他们不知道是我做的吧？你是想让他们知道，还是不想？不想。为何？他们对我以诚相待，但我却有所保留，有些惭愧。放心吧，这么丢人的事，我替你瞒着了。裴大人说话真是难以入耳。好听的话，往往都是陷阱。不过还是要多谢裴大人，在脱下这身龙袍之前，也算是做了一件舒心之事。这便是皇权之力。你设法逃离的皇族，既可杀人，也可救人。现在，你想回到宫里，继续当这个皇帝？裴大人愿意留我一命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可以替你保守你为女子的秘密。况且，女帝前所未有。女帝？天下之大，谁人说女子不能为帝的？帝王只分昏君和明君，就看陛下想选择的是哪一条路了。回去之前，我想向裴大人求个人。陛下想要什么人，给你便是。多谢裴大人。我帮你，自有我的目的。就算裴大人另有目的，可我还是想谢谢大人，愿意留我和姑姑的性命，还给了我一条或许可以选择的路。这条路，我想试一试。走吧。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有损国威。上来吧，我背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走就好。拄着吧，难看死了。裴大人走我前面，不怕我在后面捅你一刀吗？陛下也太高看自己了，就你那身手，让你一只手都打不过。裴大人，我们的马呢？没有马。不着急回京城了吗？说吧。辅国大人，我前几日被宫中惊变吓到了，就想偷跑出宫散心。我认罚。只是出宫散心？是。你也是个混账东西！他们私自出宫，你非但没有阻拦，竟还帮他们欺瞒于我，让他在秦南县耍了好大的威风。巧合而已。若是义父实在不解气的话，杀了他便是。辅国大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是奴婢怂恿陛下出宫的，辅国大人要罚，便罚奴婢吧。抬起头回话。回公公的话，前些日子，奴婢见陛下在宫中忧郁，便想办法带他出宫散心。这眉眼，所有这一切有几分他的影子？都是奴婢的错，还请公公莫要怪罪陛下。你真是颇有几分胆色。他是被我胁迫的，求公公饶命。好一出主仆情深的戏码！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们吗？
杀了他，让我当皇帝，如何？胡闹！你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。罢了，看在慎治的面上，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。但是陛下严刑荒唐，必须严惩。从今日起，禁闭5日，谁也不得进出。裴大人，裴大人受伤了。便想办法带他出宫散心。凤鸣，我们这帮人不是欺负就是寡妇。君来村，大家相互陪伴，互相依。谁？是我。进来吧。是。裴大人，今天有些不一样。吃吧，没人知道。慢点吃，没有一点天子的仪态。裴大人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问。由于户籍制度的规定，田地只能由男丁继承，
导致君来村的姐妹们无地可更。依大人所见，女子可否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？陛下是要颁布新政。是。颁布新政并不难，难的是改变天下人的偏见。偏见之所以为偏见，是因为没有机会了解，又不愿意了解。就像众人皆说裴掌印杀伐果决、残忍无道，可我心中的裴掌印细心温柔，行事自有章法，看似冰冷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。陛下还是不要轻易听信他人。我本就是毫无根基的傀儡皇帝，裴大人愿意在此时照拂我和姑姑，本就是雪中送炭。对我来说，裴大人不是别人，是值得信任的人。陛下是想拉拢我吗？是，诚心拉拢。那就要看看陛下的诚意了。裴大人想要什么诚意？我想要的，陛下现在给不起。陛下，早些休息。静待一树花开，吹落一地自来。义父，幼苗一折，还是莫碰为好。此情此景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小太监。他也喜欢玩弄这些花花草草。我们阉人发肤有损，身上难免有股上不了台面的味道。他种这些花花草草，反倒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。这一转眼，他都死了7、8年了。义父为何忽然提起他？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杀了他？我当然恨义父，我恨义父残忍，让我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可是，我与义父在一条船上，恨与不恨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只要站在义父的身边，不让这条船沉了便是。你能这么想，义父就放心多了。毕竟你这2年出征在外，义父难免有些担心。咱们父子之对了，那个小皇帝甚是惹人厌。眼下局势不稳，
你可要把他看好了。是。李姑姑。裴大人，裴大人可是有事？先帝侧妃因疯病，误将女婴认作男婴。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知道？只剩奴婢了。柳娘与你有多大恩情，竟能让你心甘情愿冒下这欺君之罪？奴婢只是一介宫女，自是要听主子的话。宫内有规矩，嫔妃诞子必有记录。先帝当时虽未登基，但迁入宫中已近月。他不知道，难道登基造册的仪官也不知吗？或许当时柳娘疯疯癫癫，旁人不敢靠近，便听了她信口胡说，随意糊弄过去交差了。当真？看来只有我亲自去找一找当年那位医官了。大人不可！大人此举恐会惹人猜疑，给陛下带来无妄之灾。既然大人选择了保守秘密，还请大人莫要让陛下陷入险境。李姑姑，奴婢在。我只信你一次，倘若你敢骗我，我必杀你。奴婢不敢。疯病又犯了，连孩子哭闹都不管不顾，是不是尿裤子了？怎么会是女婴？五公子呢？听闻夏国皇后刚刚生产，难道她是夏朝公主？令将军明日登基，传柳娘及五公子到大殿商议受封之事。若将此事禀告上去，只怕我们都活不了了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身份就是五公子了。我们福祸相依，死生与共。陛下。陛下关了几天没吃饭了，饿坏了吧？你最爱吃的大肘子，吃吧。饿死我了！昨天晚上裴大人给我送来了红烧猪蹄和羊腿，现在还撑着呢。不是饿了吗？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是怎么了？这不是饿了几天了吗？虚不受补，先喝点粥垫一下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就对了。陛下，裴掌印这几日可曾来找过你啊？每天晚上都来，来过1、2次吧。那他可曾提起过什么？也没说什么特别的。哦，如此便好。哎，姑姑，
我最近关禁闭发现了一本书，特别有意思，叫《宦官记》。宦官记，倒是没听过这种奇书。这书里面讲的宦官对宠妃情感很特别。你说，宦官也会喜欢女人吗？当然了，去了根的男人也是男人，当然会。是不是裴掌印对你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有，书里写的，我随便问问。书里写的？书在哪儿？我看看。我没看完呢，看完再给你。该不是陛下对裴大人动了什么心思吧？陛下，那本书里的宠妃对宦官是什么感情？陛下，这是在看什么？舍利女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真的？你觉得可行？辅国大人到。老臣今日来是有要事同陛下商议。这是高尚书家的千金，本月初10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陛下便在那日将高千金纳入后宫吧。纳入后宫？陛下年纪正当时，后宫也是时候该添人了。看来是嫌我这个傀儡不好掌控。等我纳完妃，诞下皇子之日，就是我的死期吧。陛下是不满意吗？当然满意了，这高千金一看就是个美人儿。感谢辅国大人日理万机，心里还能想着朕。能替陛下分忧是老臣分内之事，那就提前恭喜陛下了。臣倒是很想看看陛下要如何跟这位高千金圆房呢。看来裴大人最近很闲，自然我看陛下迫不及待地接下这门婚事了呢。此事推不得，越不想纳妃，他越起疑心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完了！哎呀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裴大人，你帮忙想想办法呀！不瞒你说，这方面我也没经验。我一着急给忘了，要不然一把火把寝宫给烧了。倒是难得能看到姑姑这般着急忙慌的样子。哎呦！对不起，陛下，臣妾有些紧张，打碎了酒壶，但礼不可废，还请陛下同臣妾饮下这杯合卺酒。
脱衣服做什么？自然是要侍奉陛下就寝。就寝，要就寝！裴大人，你快点想想办法，求求你了！要不，还是把这行宫烧了吧。好，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呀，万一一把火不小心把他俩一起烧死了怎么办？那就再想个别的办法。好。不如告诉里面二位，今夜有一场千年难得一遇的流星雨。好，一起来看流星雨。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这个办法不好吗？陛下放心，宫中教习姑姑教过臣妾该如何侍奉陛下，臣妾愿做一生姘，敬君今夜欢。不必了。朕想起来还有一堆奏折未批，爱妃早点睡。陛下可是不喜欢臣妾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朕从不近女色，那是因为朕喜欢太监。喜欢太监？陛下原来好这口，可这怎么办呢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陛下的药还是让臣妾来解吧。药？什么药？陛下，从了我吧。你可真喝什么了？陛下放心，不过是一些让今夜你我欢愉的东西。陛下，你逃不掉的，就依了臣妾吧，好不好呀？裴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，你中毒了。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月入口，不朽。血染誓言几曲温柔，恩仇几时宿命入心头。那你来帮我解毒不朽。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没因果。高台座，是你是我还是枷锁？诉说你和我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来帮忙？哦，哎。裴大人，热水来了。陛下怎么样了？陛下已经无碍，你照顾好他。是。很热，大人很热。大人，还要加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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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是。裴大人，
让你来帮我解毒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姑姑，饿了吧？我熬了粥，先喝点儿。姑姑，我昨夜是怎么回来的？那是高贵人，我同李姑姑一道送你回来的。所以，昨晚我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？若我与李姑姑再晚一步，陛下恐怕真要与那位高贵人圆房了。看他神色并无异常，应该是在做梦吧。多谢裴大人昨夜替我解围。高贵人对陛下下药，陛下想要如何处置？送上门的把柄，不用白不用，是吧？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。不过昨天晚上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梦到我对裴大人下手了。还好只是梦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陛下，那不是梦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，完了！我竟然真的对一个宦官下手了。陛下驾到！臣妾给陛下请安。哼，你可知罪？臣妾该死，不该在陛下的酒里下药。虽未伤及龙体，但定是惹生怒了。臣妾甘愿受罚，只是恳请陛下，念在臣妾是太想留在陛下身边，不得已而为之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哼，不得已？你以为朕不知道你是辅国大人派到朕跟前的眼线？身为后宫嫔妃，却不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。朕可让你余生独居冷宫，无人照料，四季无宝石可享，冬天无炭火取暖，这辈子没有人再过问。你以为到时候卓辅国会管你？他只会给我送更多的贵人，再也不看你这个妻子异样。陛下，臣妾知错，还请陛下开恩。怕了？陛下，高贵人，你现在知道既进了宫，谁才是主宰你生死的人了吧？哼！朕知道，你父亲宠妾灭妻，你虽是尚书府嫡女，但日子过得却不如家中庶妹，所以这次被卓辅国选进宫是你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，所以你迫切想要得到朕的恩宠和卓辅国的信任，可对？陛下怎知这些？都拿进来吧。陛下，这些事，朕可以马上晋封你的位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上没有公婆要伺候，下没有孩子要管教，中间呢，我这个丈夫只有在你需要钱的时候给你钱，其他时候就跟死了一样，绝对不会去烦你。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无聊了就出宫去，把你那个歹毒的继母给收拾了，谁也不敢找你的麻烦。若你寂寞无聊，想寻3、5个郎君相伴，
我也可以满足你。这样的生活，卓辅国无法保证，朕却能马上给你。无数女人梦寐以求的完美人生啊，你想不想要？如此大的诱惑，陛下想要臣妾做什么？公公，高贵人身边的芍药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奴婢芍药给辅国大人请安。起来说话。是。但说无妨。是。娘娘说本该她亲自来向公公回话，但她今日起不来身，又怕公公等久了着急，便搀奴婢前来回话。娘娘说，陛下有谋，比昨晚折腾了她一宿。小皇帝他看起来很柔弱，竟还有这本事。娘娘已成功侍寝，陛下今日还特地送来赏赐，还说要给娘娘晋升位分呢。那就看他的肚子争不争气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男人呢，一旦碰上女人就把持不住，特别是漂亮的女人。确实如此。师父，徒弟来迟了。徒弟知道师父有冤，说什么师父惨遭盗匪劫杀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我一直关注着市一族动向，此次惊天大案是天赐良机，徒儿是死，也要将卓狗斩于殿前，以继师父在天之灵。卓辅国，陛下已半月未上早朝，究竟是为何？我早已说过，陛下龙体抱恙需静养。霍大人若是有本，呈上来便是。这半月以来，我呈上的折子，陛下从无回复。今日无论如何，臣都要面见陛下亲禀。霍征，你这是想造反吗？下官不敢，只是江山社稷为本。陛下如此荒废朝政，臣等今日必须要个说法。陛下若是一日不见，臣等便跪在这朝堂之上，一日不起。陛下身体已经无恙，他若是想见，让他见便是。有我盯着，不会出什么差池。也罢，既然霍大人坚持，甚至你带霍大人去见陛下吧。是。我知道之前是裴长义暗中操作，让我官升2级，有机会施展报复。但裴长义想以此来拉拢于我，怕是打错算盘了。我对拉拢霍大人毫无兴趣，我助你只是受人之托。受人之托？受谁之托？这普天之下，能够关照我们霍大人的，恐怕只有一人。
回去之前，我想向裴大人求一个人。陛下想要什么人，给你便是。自然是我们的皇帝陛下。陛下心系天下，我自然相信。但不知道裴大人为何会答应陛下助我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你不觉得我们的皇帝陛下还是有些魅力的吗？霍大人，走吧。传霍征觐见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霍大人，请起。当日你在朝上为贺御史仗义直言，师生情谊甚是令人钦佩。如今伤势可好些了？劳烦陛下挂心，已经好了。只是老师他归乡途中，惨遭奸人暗算，已殒命归途。凶手至今逍遥法外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为何不早些上报？陛下，臣连上10道奏书，可有人阻碍天听，做贼心虚。霍大人，慎言。怎么，有些人做的亏心事反倒说不得吗？裴大人，霍大人，没有证据的事情，还是不要乱说，以免得闪了舌头。裴大人，是你做的？陛下，莫非你也相信这种捕风捉影之事？只要你说不是，我便信。霍大人，你来见陛下，不会就是来告我这状？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裴大人，我早晚会找到证据。陛下，臣霍征有本启奏，恳请陛下下旨，斩杀金华郡府尹卓明华。卓叔叔，怎么回事？卓明华身为金华郡府尹，包庇富商罗福海草菅人命，枉杀秦南县军来村36人性命，此恶行天理难容，求陛下还含冤而亡的百姓一个公道。你说什么？死的是谁？秦南县军来村全村36人性命。还请霍大人细说此案详情。月余前，秦南县军来村一案，陛下可还有印象？朕记得。那秦南县有个掮客叫孙大强，顾全出事后，孙大强也挨了板子，断了赚钱的来路，记恨在心，教唆金华郡富商罗福海强抢民女赵如兰。赵如兰不堪受辱，吊死在了军来村村里。事后，张贵芬领着军来村夫人前往军华郡府衙申冤，却被那卓明华以冲撞衙门为由，将前来申冤的36人全部判了斩立决。卓明华是卓上县唯一的堂弟，若是处理不当，他的帝王之路很可能就此断掉。裴大人与嫌犯卓明华当属亲眷，理应避嫌。避不避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陛下，陛下，此事臣会禀明卓辅国，彻查到底。彻查到底？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思？我就算存了什么心思，你能奈我何？你都闭嘴！此案，朕必会亲自去军来村调查清楚。裴大人不会阻我吧？自然不会。
贵芬姐、如兰姐、招娣姐，我一定替你们伸冤。谁？小土豆，招娣姐。招娣姐，不要打招娣，招娣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打招娣，不要打招娣，不要。裴，或者，劳烦你安顿一下他们二位，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是。陛下在想什么？我想给如兰姐验尸。事急从权，霍大人，朕命你暂代按察使专职，负责此案。既然裴掌印执意要参与此事，那便请裴掌印协助霍征将金华郡府尹卓明华与富商罗福海抓捕归案，如何？陛下不可！臣遵旨。陛下，此人狼子野心，万不可让他参与此案，还请陛下收回圣命。霍大人，此案涉及金华郡府尹，这金华郡是我朝钱粮重地，卓明华在京中势力更是盘根错节，有裴大人在，会是助力。况且，我相信裴大人定不会让我失望。陛下明断，风声已落，兵贵神速。霍大人，请吧。陛下怎么在淋雨？别着凉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件事：卓明华害死了军来村36个姐妹，丧尽天良。若不能取他狗命，我一生难安。可是，如果将他一律判罚，定然会触怒主父国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。但是如果连我都不为他们做主，那天下又有谁能平息这些冤魂的委屈？姑姑，我曾经想为自己而活，所以我逃过一次，但我为此惴惴不安，夜不能寐。从宫外回来以后，我就想着，既然我坐上了这个皇位，哪怕只有一天、一个时辰，我也要让我的大宁子民们知道，这个大宁王朝有一个人还想为他们撑腰。你想做什么？那便去做吧，姑姑支持你。我们一起同生共死。这个世界上，总还是有傻子的。谁给你们的狗胆子敢抓本老爷？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谁的人？我要见金华郡府尹卓明华卓大人。卓大人若知道你们抓了我，你们都得死。既然如此，霍大人，
我们便去会一会这位卓大人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当是谁如此有胆色请我来此？原来是裴贤之。回京多日不曾相见，怎么，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？卓叔叔，别来无恙。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位长辈？趁我没有动怒之前，速速放我，否则……君来村命案牵扯甚广，卓叔叔，还望好生配合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要审我？裴慎之，谁给你的能耐？自然是我朝律法，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无人可为。你又是谁？下官霍征，是皇帝陛下亲封的按察使，负责主审君来村命案。全天下谁不知道这个江山背后真正的主人姓什么？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也敢动我？卓叔叔，我可得劝你一句，如今你的命可在他手里。裴慎之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霍大人，人我已经给你抓来了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。裴慎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谁也审不了。不如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。敢审我，我便拉着卓氏一族1000人，一起堕入修罗地狱。是。我儿办案忙里偷闲，还有空来看望我这老父亲，真是辛苦了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就是一群刁妇冲撞衙门引起的祸端。这个明华呀，脾气是臭了点儿，当了京华郡府尹后也不知收敛，确实该教训教训了。但他在咱们往上爬的这一路上出了不少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我没意见。即便是斩立决，您也没意见吧？你若真觉得他该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明华到底是我唯一的堂弟，他若死了，这杀他之日我必然不会放过。明白，谁想杀他，那自然是留不得了。况且我想这世上应该不会有这样不知进退的人了。倒也不一定，比如我们那位小皇帝，比如你。义父，这是何意？我儿很聪明，这其中的关联你一想就透。毕竟义陵君军权还在你手上，再加上你跟我们这位小皇帝走得很近，不是吗？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世的秘密，只有我这当父亲的才是真的记挂你，你可明白？义父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陛下，在看什么？君来村的卷宗。看来霍大人是有新的发现。裴大人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陛下想问就问。
我有些看不清你了。我以为裴大人……以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曾想过，若有朝一日我真能独掌江山，我要告知天下，裴慎之是一名值得托付的好官。陛下，你就不该对臣抱有任何希望。裴慎之，你为何像变了一个人？臣今日来，就是来告诉陛下，这君来村一案，我不会站在陛下身边。陛下是个聪明人，应当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若是惹恼了辅国大人，你和李姑姑的命是否能平息他的滔天怒火？想与天抗衡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裴慎之，往日你如此坚定，为何今日却萌生退意？是畏惧辅国大人的威势，还是你的心中另有图谋？毕竟义林军军权还在你手上，再加上你跟我们这位小皇帝走得很近，不是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身世的秘密，只有我这当父亲的真正记挂你，你可明白？辅国已察觉你我联手，如今你行之出战，若我出事，恐你未胜即衰。此事唯有对你避而远之，方能为你谋得成长良机。姑姑，啊，快来看看，我为陛下准备了生辰礼物，好看吗？姑姑，我的生辰下月才到，现在准备是不是太早了？不早了，这衣服还没绣花，我还担心到时候不能完工呢。来，转过来给我看看。来，姑姑，你出宫去吧。我说过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好。你是不是最近瘦了？陛下放心，霍大人已经打点妥当，姑姑必能安然出宫。有劳了。对不起，姑姑，我不能让你陪我侍寝。明日殿审，你可准备好了？陛下放心，臣有信心还君兰村上下一个公道。霍大人，我知你查到的线索不只有卓明华，还有卓辅国。是。你准备如何应对？他大肆敛财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这正是扳倒他的好时机。臣准备到此为止。现在不是动卓辅国的时候，事情就到卓明华为止。你明白朕的意思吗？陛下，卓辅国祸国殃民，他比卓明华要该死100倍，仙丹万剐都难辞其咎。朕明白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陛下是怕了。霍征，你放肆！
遵旨。退下吧。大哥，霍正那小子不敢对我用刑，你放心，他一个字都没问出来。我放心什么？平儿劝你行事不要如此乖张，你给人留下这么大的把柄，真把我当皇帝了？一群刁民而已，也值得大哥如此训斥于我。大哥，你快把我弄出去吧！蠢货！你是不是日子过得太快活，把脑子都过傻了？那可是30多条人命，如今已经闹到殿审上，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你小命都不保。怎么可能连堂堂辅国大人都保不住啊？大哥，你不是要放弃我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为卓氏一族干了那么多脏事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先设法保住你小命再说。殿审上少犯蠢，少说，少错，记住了。谢谢大哥。好了，你把具体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。不好了，出水了！救火！快来救火呀！快！来了！水呢？水来了！霍大人，火势来得突然，里面提的尸体几乎都烧焦了，明天就要殿审，怎么办啊？他们竟敢焚毁证据！快！金华郡府尹卓明华为掩盖罗福海奸杀赵如兰罪行，滥杀秦南县军来村36人，你可认罪？子虚乌有！军来村刁民不服对罗福海无罪判决，竟携利器冲撞县衙，恶逆不道。处死这群刁民，完全是按照大宁律例执法。传嫌犯罗福海，金华郡仵作李嗣期。罗福海，你是否奸杀了赵如兰？禀告大人，那民女赵如兰10里8乡出了名的水性杨花。我经中间人孙大强介绍，与我苟且。但事后我给了他不少银钱，没想到他贪婪无比，还想敲诈我，敲诈不成，恼羞成怒，竟拿石头砸我的头啊！各位官老爷，请看，请看呐！我从军来村逃离，马上报官，告诉了卓大人。卓大人心怀仁慈，未判此女伤人之罪。结果他不知感恩，不堪名声受累，就上吊自杀了。这也太心急了吧！仵作李嗣期，赵如兰是如何死的？回霍大人，经小人勘验，赵如兰的确是上吊自杀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审？传大理寺仵作周方正。参见陛下。周大人，请你将赵如兰验尸结果陈述一下。经下官复验，赵如兰颈部绳索勒痕伴有明显指痕，应是被手扼压颈部窒息而亡，而非自缢。哦，你说李嗣期尸检有误，你有何佐证？罗福海这么有钱，要什么女人没有啊？不至于去奸杀一个民女吧？当然有，带上来。
证据便是赵如兰的尸身。昨夜险些被一场蹊跷的大火烧毁，万幸提前转移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不是说尸体都收了吗？闭嘴！还有何话可说？曹明不小心判断失误了。不小心？你一个不小心，让一个清白妇女蒙冤惨死，你是故意装傻，还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霍大人的推测无凭无据，还望慎言。霍大人暗示是我指使的吗？放肆！卓明华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朕让你插嘴了吗？霍大人，就算他是被人掐死的，人家又不是火杀的，与我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传村民，宋招娣。不用怕，陛下在这儿，不用怕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一个疯子也敢带上殿堂，真是有碍观瞻。陛下，若无新证据，便退堂吧。舒兰姐，舒兰姐是一位喜好医术的寻常人家女子，为人温柔，绝非什么水性杨花的女子。她的心很干净，只是有些人的心是脏的，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朕知道，她就算是受辱，也不会上吊自杀。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况且，他和桂芬姐约好了，要和姐妹们一起相伴终老，不会不说一声就离开。他舍不得。招娣姐，你抬头看看，我是谁？小五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小土豆，为了我们的小村长。我也知道，你不敢相信任何人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我一次。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定会为君来村所有的姐妹们做主。
应当是受人蒙蔽。霍大人仗义直言，本官感激不尽。郡守大人，还有我呢，也替我求求情吧。国有国法，你的判决与本官何干？你，好你个狗官！你收我贿赂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。谁收你贿赂了？就是你收的！你敢污蔑朝廷命官！你可有证据？说得好！你这条狗有证据吗？哎，要不是我，你早死800次了！我靠你什么了？你玷污那女人，我把你擦了屁股！闭嘴！玷污了谁？君来臣的小娘皮，赵如兰。原来卓大人不是被蒙蔽的，这就被套出。再敢煽动，我就杀了你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异性畜生，吃我卓家的米还敢这么对我！大哥，救我！众所周知，卓明华是卓辅国的堂弟，但想必卓明华犯下如此重罪，辅国大人并不知情。辅国大人克己奉公，大公无私，朕欲从辅国大人之意，不知卓辅国认为此案该如何判罚？陛下想怎么判就怎么判，老臣没意见。朕宣判罗福海斩刑，卓明华凌迟处死。你这个黄毛小儿，凭什么判老子？还有卓尚贤这条老狗，你竟然敢真的不帮我为卓家做了这么多事儿！卓尚贤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有把柄在我！我说过，再煽动，杀无赦。禀陛下，卓辅国，卓明华以下犯上，意图谋反，臣已将他当庭处死。君来村一案到此结案。来人，把卓明华拖出去。君来村，又名寡妇村，此案几乎导致全村覆灭。他们生活艰难，备受压榨，可他们比谁都想努力地好好活着。就算被逼到了如此绝境，他们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名为寡妇村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之大，没有他们容身的地方。因为他们无论去到哪，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。朕不愿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朕要给这世上同样艰辛的他们一个选择，朕要颁布新政，从今日起，我大宁朝新设女户。女子亦可为户主，名下可拥有土地，与男子无二。陛下，臣容禀，
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是千古以来不可改变的定律。成为户主，实属荒谬。天地之间，万丈日光雨露，目则万物，不避男女。此乃天地无不可容之物。自古至今，渺渺众生，无不为母所生。此乃亘古不变之理。先生，圣人教你治世安邦之道，师长教你知荣辱进退，可谁给你谛听教诲之耳？谁与你这张大辩经义之口？谁塑了你这副不惧盛怒的脊梁？先生，你站在朕的大殿之上，谈及先祖，谈及天地之理。不，你该谈是你母亲那只有夫姓的墓碑，是你母亲那无人在意的一生之苦，是你斩断你母亲为人尊严的利剑。家是你们的家，也是他们的家。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，女子亦可为户主，为一家之长。陛下圣明。陛下之创举，必将惠迎天下，福泽万民。如今新令已出，你和小土豆可以好好生活了。阿德会送你安全回村，去吧。皇帝新政还真不错，那有什么用？得罪了卓辅国，这个皇帝看来是做不成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哎呀，知道了。霍征办案有功，即日起，擢升霍征为督察院左都御史，监管政令执行。陛下，霍征只是一个小小七品翰林院编修。督察院左都御史可是正二品，如此升迁之速度绝无仅有，怕是不妥吧？尚有一条。
霍大人还真是好口舌，国之蛀虫，是指老臣吗？你无故攀养，意欲何为？请阉他，速朝纲。还真是正义凛然。老臣自先帝时起便尽心服侍，事事为天下着想，现在却任陛下又意欲何为？卓辅国守身持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是不怕查的。你要查老臣？此事为霍大人一人妄言，这对莫须有的账本，有谁看过？我倒是想看看，除了霍大人，还有谁想查？顾廷钧，卓辅国，你竟敢依仗军权威胁陛下，你这是忤逆！裴掌印，义林军何在？在城北驻扎。有人说我忤逆，裴掌印要不要清君侧，剿了我这个霍大人口中的逆贼呢？卓辅国说笑，您忠君爱国，天下皆知。这些账本，废止吧。好，我来。什么东西？写了什么？辅国大人惊天怒火，皇帝惊惧之下，竟成失心疯。辅国大人动杀心，帝王命不久矣。这。
辅国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殿审刚刚结束，民间谣言满天飞，陛下真是好成谋啊！怎会有如此荒谬的传言？你很聪明，想利用天下人舆论让我无法对你动手。老臣这2天一直心里很不快活，很憋屈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他应该不敢杀我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你别忘了，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我给你的，我想捧你就捧你，我想杀你就杀你，我一点都不介意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皇帝有意于我吗？你果然相反，那又如何？你个逆子！逆子！你可曾真的把我当做过你的儿子？你又可曾真的相信过我？信你？你要我如何信你？除非你现在就把义林军虎符交给我。果然如此。是，义父从小就教我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所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只要我稍微不顺从，你就会立刻拿前朝皇子的身份要挟我。在你的心里，我也不过是你的一枚棋子。我是要烦你，那是因为你给这小皇帝下毒，却不曾知会过我一声。你难道不清楚，你现在杀了他，便坐实了谣言，到时候天下群起而攻，义父是想拉着儿子一同陪葬，是吗？你说了半天，还是为了救他吧？行，不就是个傀儡皇帝吗？杀便杀了。若是到时事情圆不下去，天下一同讨伐我们父子二人，生便一起生，死便一起死了。这小皇帝不知进退，竟敢妄动辅国大人，将自己变成了一颗废弃，死了便死了吧。这七星古丸我也略知一二，毒发之后确实像心悸发作，但面部会生出红色血线，惹人生疑。不过
我知晓，上师局有一司药，极擅长粉饰装点，孩儿这就将他叫来，为陛下遮盖一番。义父，稍等片刻。裴大人，去将那上师局的司药叫来，还有，去一趟神行营。是。她竟然是女人，设立女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裴大人不是别人。是值得信任的人。裴大人，裴大人，司药已到。走吧。义父，司药已带到。义父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深知啊，见谅，是为父考虑不周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得留下他的性命来堵住天下人的嘴。我这么做是让他长长记性。不要忘了这个大宁做主的是谁。下回为父一定先知会你。这次饶他一命。一个连根基都没有的小皇帝，我有的是办法拿捏他。需要人遮风挡雨。你就是这世间即将掀起的最大风浪。我还活着。楚副官，陛下是不是应该感谢老臣不杀之恩？
罢了，老臣不跟陛下计较。今日来，是想跟陛下请一个恩典。陛下，姑姑，姑姑，陛下，你放开他！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放开他！陛下不会以为我拿敬贤来威胁陛下吧？老臣对敬贤一见倾心，想请陛下为我和敬贤姑姑赐婚。我不会允许姑姑与你做对食的。你要想怎么羞辱我都可以，你放了他！羞辱？老臣可是真心的想要敬贤，不过若因此能令陛下受制于人，老臣倒也有几分快意。老臣素来有个习惯，若是得不到，宁愿毁掉。毕竟陛下还欠着老臣一条。辅国大人，容老奴说两句。陛下，奴婢这辈子生死关由别人做主，但今天奴婢想为自己做一回主。我愿意嫁给辅国。陛下若是真的为了我好，就应该成全我们。你我多年主仆情分，容我劝陛下一句，莫要跟辅国作对。我们相依为命不好吗，姑姑？我这死也不。